今日的主题吼，看即个导演片就知影讲这台湾人啊，对无？咱这个少年兄范瑶吼，这台湾人吼，所以这导演用台湾的，啊，搁汉落有无吼？嘿，啊，伊要来甲咱分享伊即摆讲的这个主题啊，本来可能范瑶是想讲会当，就是就伊过去参与的台语剧方面，啊，搁伊的台语的路安怎行等等吼来分享啊，因为我是听讲伊有做一寡吼，不管社区营造等等，所以我是拜托伊重点放伫他即部分。啊，当然伊若要分享伊台语的即条路安怎行落来嘛是真好吼，啊，毋过就是社区营造即部分，希望伊会当来甲伊经验，互咱知影，啊，佮啥物要做遮工课安尼啦吼。好，咱即摆就来欢迎伊是中澳台台湾系吼，中澳台台湾系出身的吼。即个范瑶吼，范瑶，咱来时间到范瑶吼。好，我是洪辉老师。大家好，我是洪范瑶，我是家己特殊人。啊，是安怎？头拄老师有讲着啥会去做社区即件代志，先讲。我头拄一开始洪辉老师邀请我来，我是讲来理工科来讲家己论的方面。因为我大家是读家己的。我现在读着家己系运动治疗，听着听着，就调就去读，但是一开始入去家己系其实是讲无缥缈啦，因为迄阵是2008年，马英九第一轮做总统的时阵，迄阵其实台湾大环境对着咱本土也好，也是讲家己论也好，其实拢毋是安尼优势。尤其像中教台，伊是为着要培养即个国校的家己老师，所开的即个家己系。所以一开始其实毋知影读家己要创啥物，老实讲是安尼。但是大部分家己系学生出来一半拢去做老师，拢是去考，不管是普通科的老师还是家己科的老师。迄是迄阵大概阮2012年毕业的时阵，拄着，迄阵的状况大概是安尼。好，过来想要要今日社区营造。大学毕业时阵，我就咧想讲，我毕业了后要做啥物代志？第一，我对教册无兴趣，我无想要逐工上同款的课，对着遮奇怪学生，因为我可能我感觉家己较无遐哪有耐心，所以我感觉我去教学生，我会念无。所以我感觉讲，第一我嘛无考过即个教师证，所以嘛无去教学生。第二我感觉讲我可能较无去适合去做即个学校的工作。我想讲要去做啥物？但是我感觉我对着可能地方的文化，我可能对遮个老厝啦、遮个老家啦，也是讲遮个可能去做一寡较有较其他代志，来讲较奇怪的代志嘛好啦较有注意。我迄阵就开始想讲，开始去找讲，到底未来要行啥物路？在无意中去看到，其实我下开始我去做社区营造的第一站，其实是伫婚姻西的。当然，捌听过西的这个所在无？西，若较老的拢会我讲是西的即壳啦，先西，好，所以我头先我想讲好，毋过嘛毋知影啥物叫做社区营造，嘛毋知影啥物叫做做社区，我就先去西里试看卖。讲一个较悲惨的故事，就是因为我毕业是2012年嘛，马英九之前，迄阵有一个叫22K 计划。所以，我迄阵投入所有迄年毕业的大部分人，领的薪水拢是2万2，我就为2万2开始伫我社区的工课安尼。好，这是较悲惨的部分。好，安尼先问大家啥物知影啥物叫做社区营造无？捌听过社区营造啦？有好，你敢知啥物叫做社区营造？我先讲，做侪人开始问讲社区营造是咧做啥物？有人毕业了后，足侪人拢问讲，即摆是啥物头路？我讲我伫社区咧做社区营造，营造是咧做啥？起厝吗？像安尼起一栋大楼吗？你是营造厂咧上班吗？是做土水的吗？大家拢会有这个问题。安尼来，请问大家，啥物叫社区营造？捌听？统合带资源，看这地方有啥物特色。好。就是统合比如讲做一个商品，比如讲西的导游嘛，导游除了导游以外，佫会当做啥？然后增加一寡
上比也是工课的机会。好，这是一部分，这是无对，佫有其他的想法吗？我有一个朋友，伊就是伫咧做南庄苗栗南庄的社区营造，所以因讲迄个时阵伊的 leader 有写真侪计划，所以即摆去看南庄遐的街仔路的看板拢足精济，伊讲其实迄就是因的贡献，因的贡献，所以互迄个所在变做足精济。足清气，所以真侪观光客会去遐佚佗。好，这嘛是一方面，但是主要社区营造，啥叫社区营造？因为过去咱伫农业时代，大家足侪人有这个印象，咱拢会坐来参详社区的代志。咱今仔这砖头要做去做啥物？比如讲咱庙要神明生，当时要做啥物代志，咱拢会坐落来参详。参详做伙参详咱社区的未来，咱砖头的未来要安怎做？大家落来分工，大家来，你来创啥物，你来创啥物，你来创啥物。但是伊拢有一个坐落来参详的即个机会伫遮。但是台湾行入去工商业时代了后，其实大家并无即个机会嘛，无即个概念嘛，无即个意识啦。所以伫1999年开始，台湾开始做即个社区营造，为李登辉总统开始。咱社区营造的精神其实是为日本来的。日本人因的迄个社区足团结的，因的每一个社区也是讲因讲町啦，即个町内底因要做啥物代志，因其实拢有一个机制伫底。每一口罩你可能拢爱轮流去做啥物款代志。但是咱台湾，比如讲像即摆伫台北，你可能含恁厝边是啥物都毋知。所以为着要面对即个状况，面对着咱过来要打入即个工商业社会，其实社区营造要做的，就是互大家咱搁转来咱社区内底，搁转来讨论咱社区未来要发生的代志。所以头拄有讲的，你不管是去收集所有的资源，还是讲咱来做工板，迄其实拢是手段。咱透过遮个动作，比如讲有的社区会去开书法班啊、绘画班啊，做伙来唱歌、做伙做佚佗，还是讲咱来做一个围墙，做一个即个，咱甲咱的比如讲厝啊修理较好咧，有一寡观光的景点当出来，这拢是透过遮个手段，互大家会当做伙来做工课。因为咱有法度做伙做工课，咱较有法度有即个机会，未来也是讲咱咧做工课时，咱会讨论着讲咱即摆我感觉咱社区最近安那啥，我感觉咱社区暗时迄路顶拢袂长，拢袂光，咱是毋是咱来做伙来甲路顶修理理的，较光诶，咱社区内底较安全，有人伫暗时啊来遮运动，会较安全。是因为要透过安尼手段，来互大家咱搁做伙坐落来参详社区的代志。这是社区营造的精神，这是1999年开始，其实即摆有几个名词啦，第一个是社区营造，第二是农村再生，第三个是地方创新，搁来是地方学。这四个名词无共款的所在，就是第一个社区营造是，其实是社区上一开始的精神，就是咱咧做社区一开始拢是为营造开始，其实农村再生嘛是共款，只是讲伊的迄个经费来源无共款，主要社区营造拢是文化部咧补助较济，农村再生其实是农业部较早农委会咧做的，农村再生较济是即个硬体部分，比如讲咱社区要做一个即个入口意向，伊可能你去做一个凉亭啊啦，去做一个即个雕像啦，迄拢是农村再生主要要做的。但是其实农村再生内底嘛有去做即个上课的部分，较济拢是做社区营造来补助社区来做咱即个。较软体活动，过来其实是因为地方创新开始，大概2017、18迄阵吧，开始即个地方创新的即个名词入了台湾，代表着咱社区营造爱行入创新。啥物叫做创新？其实简单来讲，较早咧做社区营造的文化部拢会补助，不管你是社区还是你是基金会还是你是协会。拢会讲一件代志，社区爱家己想办法趁钱饲恁家己。因无希望讲补助是一直补助落去，因会想讲，我今仔即块饼，我今有100块，我补助恁4个社区一人25块。但是我希望讲，我补助恁5档了后，恁有法度去趁家己去趁着这25块，了后我这100块我能够继续补助后一个4个社区。伊希望讲爱甲饼做好大，互每一个社区拢有。
得到补助的机会，只要你应该爱甲你摕到补助的钱，互你家己想办法去趁钱。你的社区爱我着趁钱是你家己，安尼你社区靠我着继续行落去。哦，这是一个真好的想法，老实讲，哦，但是用安尼的想法伫社区内底根本是足歹去执行的。因为第一，我今日听到，以我较早的状况来讲啦，基金会拢是摕补助来做项目，伊爱去申请补助，伊爱去标案。哦，我逐工可能标的钱就是遮固定，所以我会当互人的薪水就是遮固定。啊，你今日若无补助我可能我就继续请人，安尼我人就会走。哦，较早伫婚姻咧上班的时候，阮俩常讲的，婚姻关三项无钱、无资源、无人才。哦，所以代表讲，因为少年家无想要继续留伫这所在，我永远伫遮做的拢是上基础的工课。我伫遮做的工课可能足歹过我向前行，所以我希望讲我会当去跳槽。哦，所以这是因做拄着的问题。再来就是，社会因在变化创新，就是希望讲开始即个你社会来趁钱的即个想法入来了后，哦，伫即个电影创新的即本册内底有写着，就是一个日本人伊开公司。哦，利用家己的公司，甲你改变一个日本的即个街道，开始安尼为，互即个所在开始会当趁钱，开始去生产出其他的事业出来了后，即个所在主人就会开始活转来。哦，这是创新希望，就是讲透过一个事业的发展，哦，不管是啥物事业伫遮发展，会当互咱即个所在，哦，搁较侪即个少年家当转来，哦，啊，转来了后，咱即个所在当愈来愈好，哦，啊。渐渐，咱会当看台湾其实即摆有足侪所在拢开始有即个现象，哦，这是即摆社区台湾社区行到真，嘛已经行入后一个阶段啊。啊，再是电影较其实较亲像，比如讲，我以赛为主，以婚姻来讲好啦。电影学就是要甲咱所有即个所在电视上拢摕落起来，比如讲啥赛叫赛例，赛例有落水溪，落水溪为倒有来。水果土壤有啥物代，有啥物迄个成分，哦，啥怎伫遮种的米较好食，啥怎伫遮做的豆油较好食，哦，去甲即个所在所有相关的知识拢甲做出来，做一份敢若字典还是啥物书典，哦，这是第一个，大概这是一个前提啦，就是社区因做一寡基本的代志。好，过来，我会过来就是用一寡案例来甲大家分享，我。针对着三个主题，啊，用我的故事来甲大家分享一下安尼。好，这三个主题，第一个就是，其实我要做社区，足侪人会讲，阮遮无啥，阮遮杂所在啊，草地所在啊，阮一世人住咧遮，遮无啥物啊，啊是倒来遮要做啥物，啊个，其实足侪人会讲，少年爱家己。但是，其实有的所在无希望少年会当去，好像婚姻大西这个所在，大家拢知影大西捌听过无？捌。足侪人讲大西出路无，啊大西是风头水尾的所在，大西边仔就是即个袂了就是条溪，哦啊其实大西就是北即个落水溪尾，哦啊台湾爱叫伊头，所以叫风头水尾，就是即个所在无好种做。哦啊，你甲人靠掠伊，啊较早掠伊，你出去可能无落来。哦，所以伊希望讲，少年的你要出去做工课，你后摆要有成就，你千万袂当留伫台西。啊，若有少年的到即嘛是个这是因老一辈到即嘛是个这个想法。你若因若有少年的讲，伊想要倒去开店，伊个公司想要倒来，倒来才要创啥？啊，明明伊知影，伊嘛足希望伊的囝儿是要倒来哦。伊感觉伊足欢喜的哦，但是伊嘛是会甲讲，你袂使转来，你千万袂使转来。哦，这是因一个做条底的即个想法啦。所以你要转来要创啥，这嘛是少年人拄着一个问题。哦，过来就是找出家己的特色。第三个时阵，我有一个叫做做一个计划叫国际志工，哦，为2010年开始。就是这个计划，就是每一年的暑假，拢会有一群大概20个左右的少年家会来到西螺。哦，啊，可能因为西螺是安尼，西螺过去是咱婚姻内底，应该讲
较早伊做要讲，伫清朝时阵，吼迄阵拢是为商品拢是为海顶管入来，但是迄阵水也港口调港，但是落港可能无法度食遮济尔啊船，食的时阵，其实有的船会驶到西螺即个港口，为西螺行路路去到鹿港，所以西螺自然就变做一个足欢迎的所在。最开始有市场，开始有一寡商业出现，所以嘛戏院等才会出现。所以西螺较早是一个足热闹的所在。爱到日本时代了，其实日本时代伫1930年代所有，迄阵台湾发生一个大地震。迄阵包括着咸水，包括着大甲，包括着西螺，这个所在拢做一个叫做市区改正，就是日本人甲这个所在全部因为拄好地震，你较早遐土埆厝拢倒去拢拍去，趁即个机会，因甲即个所在做一个中心规划，人行道画出来，2米路画出来，4米路画出来，迄个厝，咱咧讲的只有起出来，头前就是商店，后壁就是徛街，拢甲起好。起好了后，迄阵西螺是一个足欢迎、足热闹的所在。一直到其实台湾足侪所在拢遇到这个状况。你行入到商业时代了后，进入这商业时代、工业时代了后，其实足侪少年家，伊必须爱去大都市生存，伊爱去台中，伊爱去台北。渐渐这个人就搬出去，厝一间一间关落来，人拢走了，所以变做西螺开始无人啊。迄阵为着讲，基金会想要开始想要转来甲西螺重新找回来，甲这个人拢找回来了后，因就开始做一件代志，因要甲厝的门一间一间搁开转来。西螺老厝其实是做有故事、做水的一件代志，所以讲，其实迄阵西螺溪仔顶其实无啥物人，无啥物人，你讲咱想要来复振咱西螺溪仔，复振是啥物来？所以开始，你若讲，你想看卖，恁兜暗时啊，是装卡，你大概暑假你拢有差暑假2礼拜，拢有20几个少年家己路边行来行去，有诶搁上到啊。你会感觉讲奇怪，这人到底是来咧创啥？你会好奇，你会想讲买了该应该做啥物？所以人就会来看，发现讲这个人，因这个人来遮做啥物？来遮2礼拜。2礼拜，伊是一个工作日，就是啥？伊毋是来遮佚佗的，伊是来遮做工课。做啥物工课？第一，伊可能会去做即个艺术的创作，伊可能会去修理厝，去学种菜，主要拢是做遮个工课。无就是去甲迄个烫地仔整理理的，用一个量定安尼出来，这叫做工作日。所以开始有人来到这个所在，来做这看起来毋是遮尔啊轻松的工课时阵，你就讲有人要来甲咱斗做这个工课，咱在地人谁有要徛出来？所以若有开始这个志工营的时阵，除了这个人会来，其实地方的人嘛渐渐会出来。搁来这志工营中间拢有一天叫做这个 cultural night， 就是伊每一个来到遮的都或者外国人啊，因拢爱必须爱去。小解家己的家乡，比如讲有迄个罗西亚的啦，伊就爱讲，想到伊普丁讲来一直做总统啦，等遮的人来到遮，渐渐一冬2冬到建已经10外冬啊，所以大家拢渐渐惯习嘛，渐渐想讲就是暑假，就等这段时间内就是我都爱来到遮，渐渐你会发现讲。人若要来，恁若愿意有外口人要来，代表咱遮是一个好所在。这是一个人愿意要入来的所在，代表咱遮嘛是一个，原来阮兜嘛是一个袂歹的所在安尼。所以透过安尼，互咱地方的人知影讲，其实咱遮无遮歹。第二个是社区用着，社区用着啥物？这嘛是伫西螺做的。其实西螺有一个真有名的即个景点叫做西螺大桥。大家应该拢有即个印象，知影即个西螺大桥。其实西螺大桥是起好的时阵，伊是全规个迄个远东地区上长的一条桥。伊起好的时阵是仅次于迄个旧金山大桥的。即条桥
对着西螺，甲对着溪州，因为伊两边嘛，就一边是分林西螺，一边是中华溪州，这两个所在拢是非常重要啊。因为迄阵其实这条桥伫日本时代就要起好好，但是迄阵日本时代，日本为着要继续去迄个南征，要甲所有的资源拢调去南洋，所以这条桥其实是呾起好桥墩尔，面顶悬要起的材料拢送去南洋啊，所以这条桥。伫日本时代本来要起，尾也起无成。啊，这条桥啥遮重要？因为台湾上大一条河叫做河水溪，上大的这条溪，伊若扒水的时阵，其实是人无法度位，无法度渡溪过的，一定爱等着伊无水的时阵，你才有行过。这条桥一直到即个国民党来台湾，后迄阵发生着即个罕战，美军为着要美军要用着台湾来运送即个物资的时阵，因来到落水溪，发现着即条台湾上大即条溪景的无桥。爱种一个人叫做蒋纬国，蒋纬国就是迄阵来到遮，发现无即条桥，尾啊因较会甲尾啊美国决定用美元，来互即条桥起好势。所以怎去西螺大桥顶悬，你会看到三个国旗。一个是中华民国国旗，一个是美国国旗，一个是日本的国旗。代表这条桥是因为有日本的桥墩，中华民国甲美国做伙合作，甲这条桥起好势，开有这条西螺大桥。西螺大桥起了后，其实较西螺大桥咧起的时阵，发生着真侪代志。迄阵就是去甲这个起桥的过程啊，因为起桥内底有一个。西螺非常重要的人叫做李应栋。李应栋嘛是算讲是算讲是西螺地区为着要互桥起好成一个相当重要的即个杀手。第一届的社区的局长就是互来演李应栋的故事。其实这个故事，足侪人拢毋知影。伊可能敢写历史课本，是讲敢少数人知影即件代志。透过利用社区的人去演社区的故事。互因知影讲，原来咱西螺过去发生过遮个侪代志，发生遮个代志。尾啊，佮开始陆陆续续去演出其他的剧本。所以其实社区局长引入来了后，互大家知影讲，其实咱遮毋是啥物故事拢无，咱遮嘛啥物人拢无。其实李应栋是一个有非常重要的人，西螺阁是最重要的人，我常常会记个名，好我记。嘿，廖文佳对，廖文佳嘛是西螺一个最重要的人，廖文佳因兜，即马因兜算讲是非常可惜的人，可惜人。因兜较早伫西螺是一栋，会算一个庄园伊起一栋非常大栋，迄阵伊的寿面嘛足水的，伊的反正规个建筑拢足水的。迄阵西螺人拢叫遐是小总统府啦。尾啊，可能是李应栋出代志了后，是讲安怎？因兜的人，敢若是逐迄间厝袂，无，反正迄间厝就是拆了。即摆敢若剩寿面尔。迄阵就是伫伊迄个原本的所在剩寿面，边仔都变掉袂啊。所以李应栋嘛是西螺一个诚可诶。廖文佳啦，廖文佳，嘿啊。毋过因为廖文佳诶后代拢无伫西螺啊，所以伊诶故事较歹，变做较无人会当去问着。这有名呢？嘿啊。这物叫伊转来啊，伊互伊做迄个漳水库的。对，嘿。你是大道的对啊。好，这是社区局长的部分。好，过来，这是伫破竹发生的，这个所在，这间是一个女社，叫做东阿大女社，这栋。迄阵我有一个朋友伫遮这个所在，伊去申请这个文化部一个叫做青年村落计划，青春计划伫遮。这原本是这间女社洗身躯的所在，
哦，这内底这是一个玉澡堂啊，哦，内底有一个就是，因为这原本是澡堂，伊想要伫遮开一间册店，哦，所以伊就甲这个叫做木书房，就是原本这是一个洗身躯的所在，遮开一间册店，叫木书房。木书房咧做啥物？但是其实这是阮做咧做即件代志的人，拢毋是正即个做即件代志，拢是算家己有时间。咱来想看卖要互破主发生一寡较趣味的代志。因为大部分其实破主也是使拢好，就是少年家出去，有个人转来，其实转来了后，你感觉无聊。因为遮个所在其实是过去真闹热，但是即摆你讲无人嘛是无人，人口嘛是4万多人，迄嘛毋是讲一个做庄开所在，但是相对来讲，无像都市遮尔好耍，无像都市遮有聊啦，朋友嘛无伫遮，所以阮就是少少的，几个人少少的，想讲咱来互破主来做一寡较趣味的代志。第一开册店，第二阮开始去办活动，主要伊即个计划主要就是访问转来破主的少年家拢咧做啥物代志。你转来你做啥物工作？你想要伫破主做啥物代志？所以尾来伊有做一个展览，包括有人是转来经营中药房啦，有人转来拍石仔的啦。伊是即个是咧做石狮的，庙头是迄个石狮的，有人来转来种田的啦，有转来做瑜伽的啦，嘛有人转来卖咖啡的，嘛有人转来做做茶的，等等就是来甲遮个人拢访问起来，做一个小小的展览，主要做即个展览，这是破主规个主要市区的即个模型图，这是一个空拍，就是阮有人主要。伊拢咧算空拍，所以甲所有破主位顶悬翕落来相片拢甲洗出来。这是做一个对照啦，就是，你若原本你是安尼看，你即马你变做是安尼看的时阵，你会看到啥物景象安尼？这是破主的部分。过来是伫红山，红山即个主要就是讲，无啥大紧。伊的想法就是，今日咱若甲即个所在当作是咱的厝边。你敢有对你的厝边够熟悉？你敢有熟悉你的厝边？比如讲红山是我的厝边，但是我怎知影红山是安怎来？我怎知红山有啥物款的代志？有啥物件？我若想要小解红山，我朋友知影，我会当小解伊啥物件？以这个概念来出发，来想要做一个，其实这个想要做一个杂志，叫做红山好厝边。我感觉这个嘛是，伊嘛是去申请这个文化部青年村落计划来做的，所以其实个头前迄个拢共款，拢是青春做出来，只是讲做的方向无共款，这是做一本，伊总共写3本杂志，第一本是做这个文化资产，第二本是做市场，第三本做交通。红山其实是较早高雄县的一个大城啦，因为红山阁一半是贯穿，就是比如讲，迄个陆军官校伫遮，炮兵学校、炮校嘛伫遮，所以伊有一半。你若讲以选举来讲嘛，有一半是哪的啊？对。红山有36万人，拢住伫即个所在，所以有18万人拢是交遮个贯穿有关系啦。所以为开始想了解红山，想要知影红山的即个出发点来做。来做出3本杂志，透过去写杂志去了解到即个土地发生的代志。因为红山其实做即本杂志的时阵，上趣味就是做市场即个主题的时阵。其实红山的菜市啊有2个上大，一个叫做平雅市，一个是迄个因是写其实第一市场甲第二市场啦，第二市场叫做平雅市，因为平雅市就是交即个平雅上有关的。平雅市是一个非常大，但是透过看红山的菜市发现一件代志，你若去较庄开的菜市了发现，有个菜市啊本身伊是改建过的内底无生理，内底拢无人，但是外口足侪人的，单拢伫外口。这个菜市啊，人咧讲的就是伊可能有火烧，所以烧去啊。伊变改建，所以大家爱迁出去。但是迁出去生理就伫遐，你要叫伊迁2年，伊就无爱。所以变做内底是无人，但是外口是有人。但是外口遮个人是无管制，
伊无度去管制这个人，但是你无可能，你嘛无可能搁叫这个人搁转去，因为外口租金较俗啊，我转去爱拿较济钱啊，爱拿较济钱，我身体也搁无稳定，我想要转去，我不如转去外口。啊，渐渐其实台湾有足侪即个菜市啊，拢变做即个面，啊，这嘛是一个，这个你嘛袂当讲伊是一个问题，就是一个现象啊，对吧？所以这是伫做红山时阵，主要是透过做造市来做一件代志。红山真久呢，手雕创意就一般台南真系讲个。其实红山，伊即马包括屏东县呢。对啊。其实红山即马佫有几个炮城，即个城门啦。哎，关足大个，包括屏东去啊。啊，红山到左营中间佫有一个迄个古道，你会当为红山行去到左营。所以其实红山甲左营是两个过去非常重要的即个城啦，古城。即马嘛是台湾非常重要的即个军事据点，因为海军拢伫左营，日本拢伫红山，对。所以其实红山是多足侪人。即个历史其实是沓学拢学会出来，但是红山佫一个上趣味的代志，就是阮咧做市场的时阵发现一件代志，其实红山遮尔济人，但是红山即马嘛无一间电影院，变做是人你若要看电影，你爱去高雄市区，但是红山遮尔济人，竟然无一间电影院。但是过去伊其实是有电影院的存在，只是讲可能因为高雄市去高雄市伤近啊，变做遮娱乐设施无存在的必要，就大家关起来，所以人拢走去高雄市区。变做是红山变做是一个卫星城市啊，伊就较可惜去。对，这是报主做过，我感觉，我个人参与过上趣味的一件代志，就是即个叫做世纪婚礼啦，就是，自协会开始了后，其实有足侪时代参与协会，这个时代人，尾啊渐渐就是，咧协会咧做一寡活动啦，是讲，咧因为我先小概一下日新好啦。日新文化协会其实是日新病院啊，报主有一间病院叫做日新病院是涂省泽领导。日新病院本来原本伊是一间2层楼，头前一个喷水池的一间病院，迄是伊阿公开始起的。过去报主足侪人去做医生，报主医生足侪。去收集这医生的过程当中，你会听到足侪足传奇的故事。比如讲，有迄个医生是骑白马出去出诊的，骑白马去庄骹甲看病看看无收钱，佮骑马转来。足侪即个医生的故事，你感觉都真趣味。再来就是因为日新病院迄阵本来要去互因兜的人卖掉，建商要来起大楼，所以电话人跳出来阻挡即件代志。尾来先甲动起来了后，变做是暂定古迹。暂时先甲即件代志动落来。尾因为迄阵开始要算讲要开始募资，想讲好啦，恁兜要甲卖掉，无阮报主人甲你买倒来。所以变做开始去募资，互你来领股份，你要领偌侪钱，互咱做伙甲即件代志买落来。但是迄阵因为迄个所在，算讲，敢若开2000，毋知偌侪是2000万偌济。尾仔斗的无够，敢若搁差毋知7、8成款。尾仔报主有一间庙叫做惠田宫，报主惠田宫，伊嘛是古迹。因当时话就决定好，竟然安尼出的钱惠田宫来出，安怎比如甲即间病院买落来？即件代志变做是古迹买古迹。有古迹身份的庙去甲即个病院暂定古迹的病院甲买落来，变做是一个古迹去买古迹的即个新闻啊。日新过来，主要即个庙想要，因为讲伊既然过去是病院，因为嘛是认为讲妈祖是咧救世，所以因想要甲遮变做是一个
当义诊的病院，哦啊，希望讲来遮甲遮个好主人斗相共安尼啦，哦因为迄开始是即个病院，所以阮着做足侪关于即个好主家的医生的故事的调查，去了解着足侪好主医生的故事。就是咧做即个活动的时阵，你会知影讲，足侪少年、足侪老人，其实足侪时代啦，伊会讲，我过去吼，因迄个年代啦，娶某结婚啦，其实拢无迄什物婚纱照。相对即马来讲，其实是无迄做婚纱照，伊就是翁仔某房间一张，家族门口一张、两张，较好的较好的可能搁伫有诶来到，有诶去到诶迄一张，你可能伊也是因翁诶相片，就是3张。相对就是即马少年诶娶某啦，是讲要结婚啦，翕诶即个婚纱照是差不多侪。所以因会想讲若有一天阮迄阵，阮若减少年几岁我反正会当翕到即个相片。所以听到即个故事了后，阮就想讲好，无安尼，阮带你来翕相馆翕，阮找阮会记得5组6组的即个时代，阮带你来翕相馆翕，咱共款来爱西装打扮来西装打扮，穿西装的穿西装，穿婚纱的穿婚纱，咱做伙来甲翕相，搁帮恁搁翕一组恁的婚纱照，咧翕相的过程当中，有诶可能先生先走，有诶是太太先走，安尼无要紧，就是找恁囝，是找恁查某囝来，陪恁爸爸妈妈做伙去翕一张相，即个故事其实，即个过程其实一个真好诶过程啦，但是除了翕相了后咧，翕相嘛无可能，咱干那翕相尔，就是好，既然咱有心要翕相咱不如去甲婚礼搁办转来，透过去办婚礼，知影咱即个所在风俗是啥物？因为每一个所在，伊可能娶某结婚，伊个结婚的风俗拢无共款，可能海口的风俗，会哩较内地，即个较农村的所在有农村的风俗。透过去办即场婚礼，去了解炮主过去到底咱结婚的，若是干那伫炮主有的风俗是啥物安尼？所以上翕了，过来。该坐新娘车嘛是爱坐新娘车出来爱摕米胎爱摕米胎，爱等过时等过时，入来了后，红包爱摕，爱啉的爱天地爱啉的嘛是爱摕，爱带红包嘛是爱带红包，全部拢照原本的即个流程来走一届。走一届了后，其实毋是干走即个流程，其实中间伊拢会搁说明讲，其实咱要做一件代志。做即件代志的意义啥物？伊的背后用意啥物？上趣味就是，既然婚礼婚结，头前拢走了，同尾嘛是搁爱来办一个道，最尾办道嘛是搁要办落，去找较早伫炮主煮食种好势，甲咱过去你捌伫炮主煮过的即个料理啥物，拢甲传出来，并食一届，透过走一届安尼婚礼，知影讲过去因遮个人，是讲。因可能无办即个婚礼，了解婚礼即个办婚礼即个用意啥物，互因去互阮后一辈人知影讲，即个过程当中有啥物件是咱炮主较有诶，也是讲迄个时代诶台湾诶历史就是安尼。即个其实要讲即个主要就是，其实阮伫做册社区内底，伊拢会讲阮一句话，阮遮也无啥物是要做啥，是有法度做啥。但是即个故事就是讲，其实即件代志毋是干那炮主有尔，逐个所在拢有人会娶某，有人会生囝，有人会安怎？但是你只要甲即件代志做出来，甲伊尾头到尾拢做出来，拢找出来，资料拢找出来，其实伊就是一件做意义的代志，也是伊就是一件特别做的代志。这是社区社区运作内底咧讲的，其实。咱即个所在并毋是啥物物件拢无，是咱毋知影过去发生过啥物代志。我咧讲的，其实过去的代志对着即摆少年家来讲，伊就是新闻，伊就是一件趣味的代志。其实做社区遮尔侪年，其实除了头前做的算较趣味的代志，其实嘛拄着足侪社区拄着歹的代志，往往比好的代志搁较侪。
因为其实社区就是人的所在，有人的所在就有政治。政治的力量若是好的，社区就会往好的方向去。但是政治的力量若是歹的，就全部乌有去啊！你可能爱定来一届。要讲的就是，其实我记一个，就是迄阵伫西丽的时阵，其实我去西丽，我去做工作的时阵，迄个店长其实是非常支持基金会咧做的代志。所以基金会甲镇公所配合拢足好的。只要基金会有需要什物斗相共，其实镇公所拢会斗相共。包括所有资源会当顶档的，拢会当来斗相共。但是换一个镇长了后，因共党的毋是无共党哦，共一党的哦。因为迄个镇长伊无认为做即件代志是有意义的，伊想要去做更较侪即个社会福利的代志，所以就无想要搁继续支持基金会，所以变做基金会原本顺风顺水的代志，即摆拢变做你爱另外搁去找资源来做即个代志。但是嘛毋是讲安尼是歹，只是讲因为遮个人，因为社区是有人的所在，遮个人的想法也是交你无共款的时阵，你就可能爱更加拍拼来处理遮个代志。再来就是，其实大家拢会看到讲，其实即摆台湾每一个里啦，是讲村内底，其实有一个里，伊就爱有一个发展社区的发展协会。有人来讲，里长是拢兼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也是总干事。其实，共一个人是较好做代志。往往是无共人，而且是社区的迄个想要出来选里长，还是里长落选迄个做去做社区的理事长。因两个这两个若对立的时阵，迄社区的代志根本是无度杀叮当的。但是即个问题是无可能无解的，这就是有人的所在就发生这个代志。再来就是，其实对我伫我社区做社区内底影响上大，嘛是马英九。马英九即阵的时阵，迄阵的文化部长是龙应台。龙应台迄阵杀一个政策，就是讲，因鼓励台湾每一个社区拢爱去交中国交流。你若我着去交中国交流，我补助的钱会搁较济。变做是讲，迄阵我会想讲，并毋是每一个社区拢有迄个能力，也是有迄个资源，通去到中国交流。万一我若无想要甲中国交流，我就摕无钱。所以变做讲，其实社区营造拢是咧摕补助的，补助就是政策若改变，对着社区影响嘛是非常大。其实这拢是社区会去拄着的代志啦。若是咱是一般人，就是去支持你愿意继续伫社区拍拼啦。无论未来是安怎，就是其实每一个愿意伫社区付出的人，伊付出的物件一定会变做即个社区未来经济。像讲阮伫破厝，虽然讲阮即个人无搁继续来做即个计划，开册店的迄个人，即马走去转去头做老师啊，但是我嘛是拢会搁继续努力破厝，继续为即个关心即个所在啦。总会有人去做其他的代志，有人会嘛是咧做关心，咧伫电影咧嘛是有人继续伫电影咧做工作。所以其实每一个人做过行动，拢会伫每一个社区留下经济。好，即马是8点半，咱到7点钟。这是即个基金会的所在，这叫结巴茶庄。叫做对，应该在里哦。在里。伊个土，因兜说土啦，土这块。这顶是一间地砖，卖地，因兜是咧卖地。其实你可能会有其他的所在看到即个过来变做一个商号，伊变做一个连锁集团的。因兜的人若看出去，嫁出去，还是讲
去外口做生意，你想要卖地，你会当继续伫咧工作。哦，所以因兜敢若开5间分店的款，啊总店是伫西咧。啊，即间就是基金会的主要的即个基地。啊，即间就是因为迄阵的店长的阿嬷是结巴的查某囝。哦，啊，因为因即个老厝其实拢是离婚足济，哦，伊的所有人足济，所以你变做讲你要甲即间厝卖掉嘛无可能。啊，尾也变做讲好啦，啊无基金会来用啦。啊，所有即马有伫西咧保存落来的老厝，吼，迄阵就是用迄个，变做讲县政府还是讲文化部协助恁兜去，甲恁兜的秀面修理又好，立面啊，立面修理又好，啊，你因为但是公家补助钱，互恁兜去修恁兜的秀面，你爱签一张迄个免费使用的同意书互阮，啊，但是。我嘛无可能甲恁兜摕安怎？哦，因这嘛是恁兜的厝，我只是你爱互我用使用无当，啊有诶，敢若修理秀面尔，其实伊嘛无法度入去恁兜做啥物代志，啊，就是用安尼，就是至少咱先甲即个家面顶悬，会当先修理起来，互伊恢复伊过去的即个状况。啊，拄好结发伊是一个较完整的一间街屋，啊，伊其实。因为伊是交今年店长有关系，所以变做是啊，拄店长阁是基金会的董事，啊怎因为即层关系，所以保存落来，变做是基金会咧使用安尼。啊，即只就是即只老鹰，啊，伊是伫第三，伊有第三层，伊是伫第三层的顶悬。啊，老鹰的意思就是讲，因为老鹰是蒙亲的替你甲钱加转来，所以做即只伫遮。所以其实伊间厝真趣味啦，就是伊所有的即个元素、装饰的即个元素，拢交做成你有关的。哦，比如讲涂骹，伊是用即个六角形的，代表迄阵的钱是一个串起来嘛，哦，代表钱为外口行入来，安尼。哦，所以做生意人的厝拢交做成你有关的，啊，就是看你迄阵的行业是啥物，就交拢会交有关的安尼。好，大家讲有啥物问题想要问？无咱等下要领导一下哦。好，因为吼文化部的活动拢希望讲咱有一个所做啦，无啦，因为阮另外一个计划拢咧做即个府的关系，政府咧做活动，做台语活动。啊，因台语活动吼，头前拢爱讲故事，讲了吼，爱带囡仔做一寡手作啦，啊有诶画图啦，有诶做啥物啦吼。所以我想讲吼，咱既然哦，咱是咱台语家庭诶即个指定活动，所以咱爱吼起来顶大家身躯吼。啊，要做即个活动头前吼，先甲大家小概一下，譬如讲你今日想要去做社区，还是讲你今日对即个社区有兴趣？啊，到底咱讲遮济社区因做诶代志，我要怎开始做社区因做？我今日想要去一个所在，不管你想要做社区因做，你今日想要去熟悉一个所在，你应该爱用啥物款诶方式来熟悉这个所在？大家要想看下这个问题。往边走。啊？往边走。往边走，这是一个方式。够吗？拜访面长。拜访面长，嘿，这嘛是一种方式。消费买物件。买物件，这嘛是一种。为两个方面来讲，我先讲熟悉人甲熟悉土地。熟悉土地主要伫社区的方法内底，咱咧讲的社区的即个资源盘点、资源盘整的即个方法。哦，分做5个面向：人文、地、产、景。这有啥物人？捌出过啥物名人无？有名的人，或是讲恁即个所在有官，有人有做官的，无有人着秀才。较早拢因社区内底做爱讲有人着秀才的人，哦，啊有人着状元的无？哦，这拢是人的部分。文化，恁遮有啥物风俗？特殊的风俗有无？哦，恁庙。
大部分因为社区拢是依着庙起来的，即个一个砖头。比如讲，拢会问讲恁庙哦有做石无？几年做一届？哦有消防船无？哦几年烧一届？消防船的迄路线你过去无？哦这是部分的部分文化，是讲哦恁遮有啥物特殊的风俗，还是讲过年过节哦有啥物一定爱食的无？有啥物一定爱做的代志无？这是部分的部分。佮来地，就是讲恁遮的地理环境有啥物较特别的？啊有诶是伫山顶。啊，有诶是伫海边啊，哦，啊有诶伫地，这都是每一个所在无共款诶。再来就是恁遮有啥物特别诶迄个新产诶物件无？比如讲在咧做豆油嘛，啊豆油就是迄个乌豆较济嘛，啊种米种较济嘛。啊海边啊有诶是，哦，讲这是，再来地产景。产就是产物，景就是景色，就是恁遮建筑有啥物较特别的无？还是恁遮有啥物较水风景无？吼，讲到即个产，即个三分的物件，其实有诶所在吼，伊无种蚵啊，啊我伫嘉义蒜头有一个所在叫嘉义六骹有一个所在叫做古南川，吼古南足奇怪，古南无挖海，但是古南入去即个社区内底，伊是伫炮竹溪边啊。但是入去即个社区内底，你会看到即个社区内底满四界蚵仔壳，但是遮无挖海，嘛无人饲蚵仔，但是因遮专门咧帮人破蚵仔，啊，所以因遮就是拢四界拢是蚵仔壳，啊，尾来就是用因遮剩落来蚵仔壳，吼来做一寡即个创作安尼，哦，这是题外话。各位社区是安尼，因可能拢住伫同一个所在，同一个砖头，但是伊可能毋捌对方。也是讲伊可能平常时有看过尔，但是伊毋知影伊写，吼，也是伊其实伊无认真看过即个人，吼，啊透过即个游戏的过程当中，是互社区的人更较去熟悉住伫遮的每一个人，伊是啥，吼，伊叫啥名，啊伊有啥物特征，吼，啊，其实这是一个互动的啊，去互大家了解讲，其实住伫遮的人是啥，吼，啊，未来咱若要做伙做工课时阵。咱会当搁较顺利安尼，好，咱要甲咱家己气氛摕起来，啊，好啊，来，降下来。阿文，来。我叫黄鑫呢，叫黄鑫呢，因为我亲戚无法不会记。这啥苦啦会消最重要。我喝里面去酒嘛。对对对，啊，咱就给不要退的。哦，等下管。安尼三下。1、2、3，好，就是哦，1、2、3，好。对，新的，新调调。你上班啊？对。好。就是应该做安尼啊，好，应该就是在所在，就是我头讲的，即个资源换点的即个过程，其实做社区认真讲起来，其实每一个社区拢无共，但是每一个社区拄着问题拢共款。哦，只要有人的所在拄着问题，拢差不多共款。有诶是，咱咧讲的，其实社区因做交咱厝地共款，哦，有分所有的蛋黄区甲蛋白区。蛋黄区就是遮社区经营足久的，因家己知影家己想要做啥物代志，因家己知影未来要行向啥物方向。哦，伊可能有一个足强的协会，因可能有诚好的产品已经咧做，咧卖啊，所以家己有足好的即个运转的机制。哦啊，但是嘛有一寡社区，因过去可能做了足好，但是因为你干事改选，哦啊变做再另来一届，啊但是。有诶社区是完全无经验，吼，你着爱带因一步一步啦。啊，伫交这个社区做伙中间，会发现讲有诶人其实是做积极诶，做想要做代志诶，但是有足侪人是无想要配合诶，也是讲我毋知影今日来遮想要做啥物代志。吼啊，即摆其实台湾有足侪即个社区营造是交即个咱讲诶关怀据点甲做伙。吼啊，关怀据点是咱即摆做者社区诶咧做诶趋势啦，就是讲，迄个
卫生部这边，卫生福利部、卫福部加，伊其实有咧设即个关怀据点。关怀据点就是，互咱社区四大人，每一礼拜至少爱有一天出来上课。上课上啥物无要紧，但是你爱出来。上课上了做伙食一顿饭。即个用意就是，莫互伤侪人家己伫厝内底，敢若家己一个人。因为你安尼，你可能你若管是啥物代志，无人会知影。但是你若每一礼拜你拢有出来，大家拢看会到你，今日即礼拜你无来，安尼可能你有可能是发生啥物代志，安尼伊的迄个机制会开始启动。至少咱知影讲啊，因为过去6礼拜拢来，今日无来，是毋是发生啥物代志？是毋是爱去引导看一下？这是即摆交关怀据点甲做伙。但是因为关怀据点咧做的，交过去社会做咧做的，即个方向小可无共款。但是因为咱要处理的拢是人的问题，咱希望互即个人佫倒来咱社区做伙参与社区的代志。所以其实用啥物计划，用倒一个付费制，对阮来讲拢是足重要的代志。是不是要做文化，还是讲你是要做即个要起一个凉亭啊，要做一个造景，还是讲你家己要做招大家做伙来食饭？要讲即块健康的代志，迄拢无要紧。主要就是希望讲社区的人会当佫倒来社区，做伙参与社区的代志。莫讲咱社区未来要行向倒位，咱大家拢毋知影。再来就是其实社区行较近，其实嘛毋是讲一个村，还是讲一个里，还是一个社区。因为即摆台湾行入即个都市社会，即摆文化部是希望讲每一栋大楼，只要你有管理委员会，你拢会当去申请做社区营造。因为你只要住伫大楼内底，你就是共一个社区。安尼你即栋大楼内底，你可能是2、3栋大楼合做一个社区。安尼只要有管理委员会，你拢会当去申请做社区营造。做的内容，即种大楼做的内容，交咱一般伫庄下咧做，是完全无共款啊。但是要做啥物，迄拢会使，迄拢无一定讲社区一定爱新产品，无一定讲社区一定爱做去采买去做啥物件。只要你有法度，大家揪做伙坐落来做共一件工课，做伙讨论共一件代志，迄拢是社区营造。所以其实社区要处理的就是希望咱甲人的距离佫揪转来。莫讲我住伫遮，干那我一个，我拢有我的厝边。咱若认捌着咱边仔的人佫较济，咱即个社区，还是讲咱做伙住的即个所在，会佫较更加较好。这是社区营造想要做的代志。好，今日就到遮。希望讲，毋管咱在座是毋是有人想要参与社区的代志，希望咱大家拢会当有家己的故事。好，谢谢。等下，我拢冇得，因为咱这有申请1条的吼。因为上好是咱满2点钟，较袂。好，搁半点钟。QA 好，敢有啥问题？我先问一个，就是迄个，毋知影咱做社区营造遮的，拢总安尼算几工啊？差不多。2012到12工，扣掉4工去选举，所以应该是8工9工。我是想要请教讲，因为以前阮咧做这方面的事情啊，敢你的经验内底，敢有去拄着讲是较外国民众的团体咧做共款工课，有啥物款的冲突也好，交流也好，这方面的你敢会当讲一下？这做处理的，因为我旧年2024年我去做台西，婚姻台西是一个非常难的所在。阮咧做迄个陈国镇的时阵，会较济全部拢是国民党的，无任何一个民进党的。你就知影这个所在是咱有诶讲青甲出汁，迄个所在是哪甲出汁。但是这个你要讲有一寡区别嘛有啦，其实你会感觉到一寡无共款。嘛毋知是较海口还是安怎？其实你会感受到讲，这个人对要来是毋是要做社区，要甲社区做好这件代志，可能毋是遮尔啊。要义，因会想讲，咱着有计划通请，有钱通摕，有饭通食，有便当通摕。船长叫我来，我就来。你要甲问讲啥物社区的代志，伊会甲你讲，迄无重要，你毋知要创啥。像阮去调查着一个社区有消防船的即个历史。阮想要甲即个消防船的代志问出来，敢问转来。
哦，至少讲咱知影讲咱明年也是后一年的计划咧，咱继续往这个方向去。因为台湾毋是每一个海口所在拢有王船下烧，你要烧王船，代表着你即个社区一定有一定的即个经济能力。你社区爱有够好业，你靠我落去烧王船，因为你王船做一只出来爱开足侪钱。你除了甲王船做出来了后，你要甲王船送去烧的路过程当中，你爱等足侪等足侪物件去哩，你爱等金纸啦，等行李啦。哦，等足侪物件去哩，所以代表讲你要甲遮物件拢总烧掉，你无要紧，代表恁即个社区，恁即个顶级庄一定做过去啊。啊，但是阮要甲问讲即件王船的时阵，伊会讲迄无重要。啊，另外就是讲过去，咱咧讲的，其实你若讲要以政治来讲吧。确实，民进党的人，因会对着乡土的代志较注意，因会想要去甲乡土的代志做较好成无？我咧讲的，头拄迄个基金会迄个西里镇长，伊其实就是足想要甲即个所在的文化做做啊，但是其实这嘛是足看人的，因为后一个镇长嘛是民进党的，但是伊着对文化代志无遐尔要紧。但是伊拢有一个特点，就是因希望讲。爱甲遮个人拢照顾好，哦国民党就家己做好安尼。其实社区做到尾啊，你会发现，讲实在啦，民进党内底无人无注意、无晓的即件代志，但是你若是国民党的人，嘛是有人足在意即件代志。但是往往会希望讲家己的社区搁较好的人，伊的迄个本土性会搁较强情况，因为毕竟。你会想要互你家己的所在搁较好，就是你会想要迄个，咱咧讲迄个草根的迄个个性搁较强。往往即种人，伊对着社会关怀是搁较侪。大概经验另外是安尼。